最近市場嘅劇本真係跌宕起伏，新能源汽車呢個賽道更加係風雲變幻。其中特斯拉嘅股價走勢真係好似魔幻現實主義大片，一邊係股價好似坐滑梯咁，年內跌幅超過30%，另一邊呢就有唔少人站出來，瘋狂為特斯拉打 call， 呢種反差感真係好強烈。禮拜一嗰陣，江湖人稱木頭姐嘅海西伍德又出嚟撐特斯拉啦，佢可係馬斯克頭號粉絲啊！木頭姐話佢依然睇好特斯拉嘅未來，仲預測5年內特斯拉股價可以漲到$2600，咩概念啊？比起依家嘅股價差唔多要升10倍啊！作為方舟基金嘅創始人，木頭姐接受訪問時表示，特斯拉未來嘅自動駕駛出租車業務呢，可係重中之重啊，能夠到公司估值嘅90%。禮拜二喺香港嘅匯豐全球投資峰會上，佢仲補充話，特斯拉喺人形機器人領域嘅局都仲未計進佢哋基金嘅價格模型入面呢，呢個想象空間真係好大。木頭姐仲將特斯拉同中國嘅比亞迪對比，話從續航里程、動力呢啲指標嚟睇，特斯拉都係好厲害嘅。不過我哋都要知道，去年比亞迪銷售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超過咗特斯拉。從方舟基金網站嘅信息睇，到3月24號，特斯拉依然係木頭姐旗艦基金額最大嘅持倉股，咗58億美元配置嘅10%，但同2024年底接近16%嘅比相比就少咗啲。呢主要係因為特斯拉今年股價跌得太犀利，你以為特斯拉就會一直咁跌落去咩？禮拜一嗰陣，佢喺7巨頭入面居然係領漲嘅漲幅接近12%，點解呢？因為有消息話特朗普4月2號要推遲對汽車行業徵稅，大家覺得特斯拉利潤可能唔會受太大影響，所以股價就生生往上漲。但就算漲咗呢一次，特斯拉今年股價都係跌咗唔少，點解呢？歐洲同中國呢啲重要市場，特斯拉嘅銷量同交付量都大幅下滑，再加上馬斯克去咗政府效率部工作，特斯拉嘅品牌形象都受到啲影響。講起木頭姐，佢一早就是馬斯克嘅粉絲啦。早喺2023年佢就預測2027年特斯拉股價可以去到$2000，因為覺得特斯拉可以從傳統車企手上搶到市場份額。去年7月，佢又預言自動駕駛出租車平台上線，能夠令特斯拉股價升10倍左右。好有意思嘅係，依家唔單止木頭姐睇好特斯拉，美國嘅散戶們對特斯拉股票都係熱情高漲。摩根大通數據顯示，到上4，散戶連續13個交易日淨買入特斯拉股票，投入咗80億美元，呢可係有記錄以嚟嘅最高水平。特斯拉呢個股價未來到底係一路飛升定係繼續震盪，我哋就拭目以待啦。